早！啊，今仔日路边的车真正有够多，差一点仔就要迟到啊！阿高，你今仔日是安怎来的？哦，阿高讲伊是骑乌倒摆来的，安尼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爱记是豆豆啊骑哦。我今仔日是坐公车来的，佮爱比悠悠卡哦。阮来教大家会当伫路面看到的交通工具好啊，对咧跳，做伙来熟悉无共款的交通工具哦。阿高，你想比，我来又看卖你咧比啥物？哦，我知，是消防车哦。有时阵会当伫路面看到足大台红色的，就是消防车。咱是伫顶悬安尼，叮叮叮，搁伫下骹洗几轮，就会当来去拍火咯。咱做伙唱一遍，消防车拍火拢唔惊。哦，阿高咧招黄色色水甲金蕉同款的计程车啦，咱做伙安尼一手搁开车，做伙唱一遍咯。计程车亲像巴娜娜，啊若是看到警察车，咱的手就安尼连起来，放伫目内边啊，行咧行咧，搁来提醒，因为要来去掠歹人啊，歹人伫倒位？哦，阿高是好高啦，咱唱一遍咯。警察车来去掠歹人，阿高若是听到哦咦哦咦的声，要安怎？无唔对，一定爱让救护车先过哦。咱就会唱一遍，救护车咱闪较边啊！哇，伫路边会当看到的交通工具真正足多呢。阿高，你听，阮的粪扫车要走去啊啦！紧甲咱的粪扫摕起来，上啊！消防车拍火拢唔惊，计程车亲像网囡囡，警察车来去掠歹人，救护车咱上靠边啊，坐公车爱比悠卡，学倒摆就爱慢慢啊骑，粪扫车小等一下啦，脚踏车伫河边较快活。上好看，飞轮机载我去加拿大，直升机斗阵飞上天，啦啦啦啦啦。坐公车，爱比悠卡，学倒摆，就爱慢慢啊骑，粪扫车，小等一下啦，脚踏车伫河边较快活。消防车拍火拢唔惊，计程车亲像巴娜娜，警察车来去掠歹人，救护车